11月9日星期日，有識之士 HKG Shop 生日快樂！11月9號發生嘅事係康樂及文化事務處一連4個週末舉辦香港博物館節2025，轄下嘅17間博物館仲有藝術空間將會分別舉行同樂日，推出超過100項活動供大家免費入場，包括孫中山紀念館、香港歷史博物館、香港文化博物館、遊街實驗藝術空間，又位於荃灣嘅3棟屋博物館等等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之類，將會舉辦唔同嘅特備活動，仲有攤位活動。唔知你係咪中意去博物館嘅人呢？定係可能旅行嘅時候有啲特別嘅景點先會去。Lobby 係旅行可能會去，不過香港就少啲出去。今年上到 HKG Shop 講嘅嘢係，你已經做咗 Lobby 俾，仲有應該唔同港 V 嘅大課長嘅第5年到而家諗起，你都仲係會醒起你之前俾屋企人發現咗，你就係呢個香港 VTuber 嘅大課長，成日收嚟自唔同 V 嘅信封、故事等等。信封係朋友嘅信封。今年 Lobby 發現你都仲係呢個 channel 嘅大課長之一。有時諗到都會覺得有啲神奇，就係只要係一齊咗5年嘅時間，真係好耐。仲要有時會覺得好似5年前都係咁鍾意比而家5年後都好似仲係好鍾意比咁樣啦。雖然而家仲有幾多鍾意，可能就得返你自己知。不過 Lobby good， 都唔好話 Lobby good。無論你而家對 Lobby 或者對比嘅鍾意有幾多都好，但係你喺 Lobby 心目中都係唔會變，都係嗰個頭上面有撇嘢嘅重要嘅有識之士 HKG Shop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外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而家有啲夜啦，不過仲喺12點前出到，所以係唔算遲到嘅。拜拜。